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。第一篇鸡甲宝石。一只鸡试过地讨食，鸡用因的两只脚真敖请。有一摆请到一粒宝石，金细细，真水。大家都走我来看，甲伊捅捅咧，毋甜讲，搁较济宝石要互我嘛毋值着一粒切仔现互我会饱较要紧。戆鸡毋捌饱。